8年啦，这少。哎呀，非常起来。牙婆啊，从头都读书通，爱弟穷下岁 ，MD 嘛个平 ，NCC 嘛，6岁6、7岁嘛。人家都还没你少读书，我就话他们医生的看，结果就他们医生的看的时间，看到就诊断讲，也都冇好医的片哎。哦，2、3年后就过世诶。哎，我讲冇钱咩？我说影响到牙婆安尼热嘞，现在检讨。我牙考到以后，我想，要是有医生就，他才解释来发展啦，你知道。我爸又钢铁人冇读书，去踢个天龙，又话我阿嬷，安尼啦，好多是心理医生啦，人家天王冇医生。陆医生今年90岁，在公馆嘅福基村开业已经有65年。这期间，当伊看诊16点钟，洗到汗到，睇到检查。甚至喺高成人嘅体体上验，也就对迄车路医生得了只钟头义务嘅范围。佢讲，喺庄下做医生其实冇人想嘅安难，唔过做65年，佢就会老骗人看做7家嘅人呢。好几次打卡住去了，那边俺买有糖水嘛，有嘛？行到了，有几多嘅海水无行到了，有命到嘅河巴无行到了，有看到嘅长山无。要睇到北風上岸嘅瀟灑很多呀，好嘿好好，去奔啊，好嘿好好，係嘅報道好嘿好好，去奔啊，好嘿好好，阿美想自由。公馆伫过去诶，迄日客家老祖先开山有大拿，所以才当偏远的总头啦。不过1817年的时间，伫贺龙溪边顺的石头碰地度啊，发现呢乌油，比乌油哦，天然改变了出往行还有贵嘅公馆的命运。1861年的时间，那日的老祖先啊，一天3炒，日产40公斤来油浆。变成呢亚洲第一个油浆，嘛系世界第二个油浆，同意好哟。从二到盐当年也部小说度上下高，有名嘅转折接接发生喺一夜无之间。等到油喷上天气，天当落油意嘅时节，所有嘅希望就会实现。故事嘅主角吴明芳。喺无数数嘅摇度，潮到嘅希望，乜开始嘅公干出往行专讲探油嘅历史。出往行嘅老油向阳讲自家嘅身份，无日无夜，无年无节，嗰个太嘅风雨没有客上降价。专讲嘅油人虽然辛苦，不过佢哋就会补养行家苦。老建筑。老熟沙，老油这样是在做王行的老油其他就会成班很用。来拜访一下，1000年就老有分唔开老油人，车尊用太高，但系行业连老油人嘅人。这本嚟车先生喎。哦，嘿，陈先生，我你3位啊？哎，我3位。我草本没得看得来了。草本早看电视看到啊。麻烦哦，好啦，麻烦带我去看老油人啦。哦，老油人啦。老油人。而家佢一地方嘅頭牌嘅日豬來樣，喺成順樣，喺堅實，一頭牌面點了。
缅甸，要讲咧肚脐咧，那你讲下都市就有诶。唔捌看爱后生嘢。好啦，啊等佢流流诶。好，车先生。哦，冇，啊，乜嘅？唔好嫌车先生，嫌上书啊。我係上書。愛較親切，較親切，好，上書。你啊，就會加個講緊大嘛？可以來動搖咩事啊？有啲按到水嚟噶，水嚟噶。啊，你啊見係千上嘅戲啦。呀，見到嗰度係有嘛？好多人講減一條。咁樣啊？我有都差唔多聽。啊，要佢嘛？有佢嘅。可以嘛？你買乜啊？青菜啊。有錢嘛？唔怕啦，上書有帶咩？哦，真的。古老的感覺哦。呀，就買條客家語差唔多啊，我買一件哦。聰哥，你邊來上忙了？條安哦，村莊哦，村莊哦。長安陽有60年歷史嘅雜貨店，迄間本日出旺行七美好嘅一部分，因為所內總有集團嘅私有土地，開放俾一般人入嚟參觀係廿幾年嘅事情。當然，按萬張開放，要本兩位小嘅踢潮歌嘅開發。落久久咁嘅人潮上，這樣用60年嘅老雜貨店地圖，千簡單易到嘅，就係頭擺嘅回憶。漳州的，呢個老大啊，我要排嘅漳州的賣鹽。呵，冇這麼的啊。鹽咩算專賣？我都不知道鹽還要專賣哈，所以一定要這樣。哦，啊你要肯定哦，按到。平常我想要買東西是有老東西嘛，對不對？聽錯個詞。老嘅米絲啊。我呀，哈。又係當路嘅蝦絲哦。真係，我做的인工飲食嘛。是香啦。排泄咧不跟你講。對我來講，雜貨店地圖嘅報備，就像係賣啲新地圖嘅報酬。約出來嘅係，就會本人填表睇嘅通知。故所唔管係開台見、蘇打餅、雞麻牌沙琪麻，還有兩包意外熱到嘅高級蝦絲餅，摕在地圖散開來嘅係一啲啲嘅足心嘅甜，摕新地圖散開來嘅係當久唔見摕嘅溫暖。鄉俗講笑嘅講，頭擺嘅人啊苦，形容是好多本人唔甘心。故所特擺到煙味、太人茶油、茶米、茶酒，生意了茶鹽筆、茶鋪嘅，上市頭價還會送2粒糖嘅來食。唔過咩當時有談講哦，有哪間雜貨店本人茶香甜，因為啲嘢頭結束過後，看咩哦，接都是存裊裊嘅人情。人用看起來按大送嘅，一件一件，要嗎？那就特別員工宿舍，員工宿舍用全部嘅快的。也全部都員工全部細隻位搬隻位啊。按用真係當大送，富強咧全部搶用全部快嘅嚇。也就是講特別員工宿舍快嘅，也還有保留特別主管級別啊，重裝嘅特別還有好。真係啊！我帶你看。好。哎，有人才冇啊？咁有人才，怕有啊。一件哦，一件較大件呢？一件就乜嘅呢？我哋嘅裝潢喺啲宿舍。做嘢看嘛？做定啦，嚟咯嚇。阿咋，你啊就冇強樣嘅啦。啊，幾件呢？個裝潢機喺呢啊。裝潢機吧？創造。哦，冇做乜嘅主任。主任啊。係。啊你啊，做下。你係做下啊？主事咧。主事一件。要洗身房啦，要洗身房啊，泡澡誒，基本就是洗嘛跟水槽，啊，你要當好嘛，個油嘅啊，當好嘅啦，你比起來，你哋貴州水油甜我嚟搓咧，甜是唔會搓，唔會甜啦，唔會甜啊，也是真的啦，唔會甜啊，做對啦，享受，民國50幾年嗰種時候，台灣啊嘅礦業啊、林業啊，嗰條人嘅薪水啊。算好，唔過係用命換來。唔會咋？啊油呢？老油工嘅薪水樣。要我講嘅薪水，講到是得要1手錢啦。好，差唔多要800人嘅錢工人嚟啊。800人都幾時算好呢？冇咯，下一單應神。故所講，我哋不看因為成分嚟講，歡迎㗎，做愛學煮嘅學繼續啊，做咩都會副業班嚟。社會要讀書，睇社長係嘅社會，有冇錢有冇哪用咯？有冇要學生意嚟啊？社會學到啊，成塊困難啊！啊，冇上過去玩啊？按樣玩啊，佢要佢考到嘅啦。哎呀，佢家下要教書要跟哪唔學啦？
这风格是要好啊。一次是做是有感情的，我做较参事，嗰做也人下啲係做子宮的嘛。唔知係咪喺愛度？唔過喺對人事物，人嘅叫嘅，安尼總會留一啲感情，啲了條留安尼日夜強下嘅人事物地度。你阿媽係人，用係會按菜肉，人用係會勇敢嘅人。用述講離唔開出王行，係因為也了解讀起佢嘅老友講。這就變做自家生命嘅一部分。故所其用愛到張參事來形容佢自家做嘅32年嘅老友人，親民用嘅喊嘅先留啲啊，做終身志工嘅原因。行到倆看張按國按胎啊！也就出防行147號獎啦。147號啊！147，哎。呀嘛，做呢程度為嘛嘛，都嚟幾張嘢咧？它有新嘅嘢了。新嘅嘢了。哎，也把差唔多2600人了。哦，啊個一期嘅嘛嘅咯。鐵盒嘛。今日要打下魚啊。哦，標下魚，一個獎。啊，以前講唔做嘅時間，喺當尾做黃鱔嘅兩樣嘛。個路係故鄉嘅。做你客上去嘛？等下，你。你好。哎，老謝你好。哎，這個林副隊長，來，這個是林副隊長。副隊長你好，我是尚偉。这就是工作的地方，好高啊！哦 ，Oh my god！ 这里是哦，对他们现在正在操作。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？现在他们正在下钻的时候呢，就是一根一根的操作。来，我们再过来一点，这边看。可以再过来，不会打扰到大家吗？不会。你刚才说啊，他们是6位哦，这就很清楚了啦。是，那个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是。真的，而且他整个人站在几乎是在边缘上面。是。那所谓下钻的意思，就是一根一根的把铁管接上去，然后往下放到井底。那你的井如果有多深，就有多少支的铁管。那这个井有多深？目前的终身是2500公尺。已经到2500公尺。对。那最终目的要达到多少？现在已经是终身了，就是我们目标的深度。所谓终身就是目标深度。对，不好意思哦，第一次看到好多名词全部唐模啊，白色哦，眼尾來學嘅啦。哦，客上嘅有獎，多少還係會有一啲啲嘅做難民營嘅傻批，因為看到泰國61組嘅操作，頭前嘅太怪書，做點黃色嘅做西衫，像係一群點點清清當地嘅作雕嘅朋友。講真嘅呢，專心做事情，花有唔多嘅難民營。真嘅係傲慢的展現。無論日曬雨淋都要出來，所以一天24小時有3個班，但是有一班輪休。可是比方說，如果刮風下雨啊，也不能夠休息嗎？是，這種是持續性的工作，這種鑽井的操作一般是不能停的，尤其是在螺孔的地方。那因為整個工程上的需要，你必須持續的一直做到套管下完，然後把井況穩定住之後呢，才能夠那個階段的暫停。一般的淺層油匠，他要開7張嘢的工期，沉降鑽探同一度就2年。可是嘢的體驗，所有的人就聽咗個黑地講述，前後嘅點火，不管有成功冇，有人聽咗個賽道難愛新的講戲，日嚟一飛一飛過，時間久嘅7張嘢到2年，嘛漸漸變得冇乜嘅差別咧。唔過除咗鑽井之外，下班了後，老友人自然沒有其他條調試自家的方法。我哋當講啦，出嚟嘢啦，老友人啊，今天啊你嘢嚟真係破錯又，難講啦。哦，按時間，也做健身房啦，來個站就看啦。哦，按時間，講一類。當叫嘅先唔講咩啊？我日頭擺佢做法唔講嚇，唔講係我一闖門，唔知打。你喺闖嘅門啊？係呢，唔看啦。哦，呢個數目比幾多啊？哦，懂我了哦。哦，你闖嘅門，又唔緊然頭看啦。哦。嚟可以來就爽快嘅啦，我呢水啊。入面看啦。哦。舒爽。悶唔悶咧？悶唔悶咧？啱嘅，天是那個天。
的事情敢做？真的懂出众了哈。上港班也冇人知啦。喂，哦，真的啦，甲糖的量晒小晒，糖的出来吼。那个水啊，不过水当重要诶。我咧想，重要。我有一阵问题，当想问。哦，阿弟，你是喺我做抽本啊？唔係啦，老闆抽杯落我唔可以唱，拜託老闆抽一下杯。拿鐵抽嚟？唔是鐵抽嘅，你老闆走啊！哦，你懂吼？我阿公錫水嚟啊！係啦，就阿公錫水嚟啊！你阿公老闆細聲啦。好嘛？我有一陣問題係想問嘅。你退休運動有差唔多10年啦？有2年到4年。4年哦。有。不過因為退休嘅係有做嚟做義工咯，唔哪開啊？我都係咁講啦。其實稍有見面啦。退休以後還當翻嘢咩？這樣。係所有接觸過嘅係我公益機械、生產、實業經營股，完全是表面嘅地方呢。是的啊。係啊。你啊，仲有個遊戲嘛？冇事嘛？講下都會唔好。真的。落葉歸根啊，你當個什麼？我當然知道落葉歸根。沒有講嘅喲。要用心嘛。心就會本，見就會熱。不過無論俺有幾懷念嘅東西，為到生活，俺哋總係離不下一路應驗。享受記得，將將嘅遊人請歡喜嘅時節，就會轉頭到大，睇恁點火，設置油漿嘅遊戲含量，佢少年講，係點錯嘅啊，就做嚟將3公人呢，冇點錯啊，就繼續往下一隻油漿。唯一嘅好處就係打敗狀況，即個嘅生意了，又偷偷嘅睇嚟死了。享受經驗70人歲，30人嘅有功歲月，想起來嘅時節啦，總係艱苦較多。喺講做得啊，佢講佢絕對願意，各位出往行做30年嘅自雇。眼光個建築的好看呀，社會那麼社，要表示是方面，不要欺負我哋喎，要需要方面，冇人嘅熱情嘅媽啦。除非我哋出往行，了解石油了個產業對公幹了個體系嘅意義，還有石油對整個台灣嘅時代嘅意義。今晡日我要請一生人，佢係咧公幹，佢哦，做嚟講係公幹了個體系嘅文學大師哦，大師基本人物啦，佢寫嘅行業哦，都兩萬係對人客家有動態影響。佢係我偶像，我哋慢就會請佢。寒夜嘅面前講，土地孕育生命，人對土地係依戀嘅。不過土地44年陷入痛苦嘅沉澱，從萬方到興盛，有幾多先人歷經了牽出上肩嘅苦難，千辛萬難為後代子孫開創。從文學嘅角度來講，李橋先生對開山打拿嘅老祖公，充滿了悲天憫人嘅悲怨，對一般人生活嘅描述，係用親接近土地嘅視角來記錄百姓嘅生活。我們年是做26期嘅文學高架，高架係客家話咩？啊，文學高架係嘛？高架嘛，意思對冇？唔對，有三條就唔對。高架就北京話個串門子啦。哦，高架係串門子，啊，幾時有冇想到要做文學高架文學串門子安樣嘅節目咧？因為一般人嘅感覺，所謂文學，當嚴肅。非常嚴肅，我當深，非常深，門檻一個，跟住講串門子高架就講，平常高架講嘛，裝架床離架多咩？就講飲架床奶啊，飲個不開幾太雜嘅啊。哎，我飲冇已經按講咯。係啊，平常先按講，所以講按嚴肅嘅東西用身份語言，平常下人就了解按你嚟表態，是大家容易接受嘅。老師，唔對冇？我哋條節目啊，台灣前兩日嘅概念哦，老娘嘅高架按樣嘅概念有一些中央呢，
就会讲有钓到吼，有钓到了，就会用人客家人来看，俺客家人啊，那客家人带按照观众朋友今边俺可能带起原住民的这边，对，用客家人的角度吼，去讲本的客家朋友谈。故说安尼有拄到一丝丝的腔调吗？钓到一丝的毛老师，还有钓到一丝丝的。安尼个想法一推出来，英雄所见略同。做得了李先生宿舍，正经爱青苔公寓。76歲先生唔但唱看起來唔會老，看法有力，還個笑到氣天立地。另外，除咗寫出來還係按有力，藝術方面的修養，先生沒有自家的風格。你看，如果你有沒有可能會個似曾相識啦？哈，你要說你個18公園溫水嘅管理處向東看到嗰條山呢，嗰條山呢哦。客家話叫妖婆山，老鷹妖婆山就係反映那個幾隻各項嘅山當吼，就安尼形嘅吼。你可能原來妖婆山較雄偉較強，就表示係發到唔好。你講唔會差嘢，差唔多表示係發到好。聽錯嘅唔發覺，吼，人家講到嘅個反映啊，妖婆山，當然喺作品底度沒有出現嘅。那個文學嘅意象，也係規則嘅美麗嘅意象。李先生畫嘅圖雖然無加一別案例，不過詳細欣賞，刺眼點清都有嘅優雅。佢小弟講，佢嘅畫工係學李延澤嘅阿爸李切凡先生嘅。先生和老愛講，公館嘅山和人之間保持到一種非常微妙嘅距離，看到張山。掠下出田田先生去探訪佢木竹渡的公館風情。這山呢就係哪花？哪個嘅山？嘿，真係。老師，你山的名唔敢講，我都冇嘅。我哋望屏山，橫着屏風。哦，是一個屏風這樣過來。所以你看到山吼，好處是講有一個距離可以欣賞，因為我們堵到屁孔，哦。不過山後邊又含有一重山，叫做厚度，有讓你看起來比較好。哈。故說用無腔用嘅色的。表現對，所以你現在住在公館的這個地方，是你很滿足的時候。那個老年人啦，當好啦，唔可能個無嘅，所以兩片看嚟講叫當溫柔，嗬，要講係當有信心，安尼身上嗰啲啊，你會講到佢當吃菜，嗬，即係什麼樣動物加出啦，3千嘢當中開發，不應使用，以刺眼神壯又刺眼。按你修飾。哦，如果這樣蹲下來這樣看，這些跟那個山是連在一起的。對，那感覺哦是非常好啊。當然想得到，伊採用多別出名嘅動態文學家，對自然環境也有其溫柔嘅一面。朱少珍博士在評論寒夜嘅世界是寫到，在那接受、凝視與發掘苦難的過程中，李喬不僅領略了人生的況味。而且對人性的醜惡比列也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。刻畫百鄉的艱苦，講的動有力，一次就會欣賞嘅做事風格。我想，那邊的人當然嘛做得要求嚴容，不過寒夜喺社會嘅條歐洲嘅生活描寫，人性的光輝，運用嘅做得溫暖日頭出來之前嘅鋪白光。到這邊，按地圖，咁樣用嘅三合院啊，就嗰啲，苗栗客家福建，就嗰啲啊，阿苗去，你用啥？全部係同意思嚟啊！來啊，你將佢啦。王武山先生是一台嘅客家語文青年，佢留好多年嘅3萬元舞台戲，留現代劇場做結合，還用跨界後沙劇場嘅概念。希望為這位無藝嘅傳統舞台戲重新定位，潛出生機。王先生嘅舞台戲係從國寶級嘅大師李天祿學嘅，故所無論生、旦、清、楚，種種乾坤，生娃娃嘅。哇！有精神係咪愛？有練嘛？用全部媽媽講有練，冇人都小朋友講有練了。說我們在表演說古董啊，對嘛？啊，來複習一下啊，後空翻是什麼？後空翻。哎，不錯啊，眼明手快，知道沒有？你看
有冇？按钮。嗯。算踢出某练有冇？有练嘛？来摆一摆哦。1、2、3，走。加走。好痛哦！1、2、3，走。加走。好痛哦！钱呐钱，钱是爱家乡，也是爱家命。珠宝做正头，金美从米来贴脚。爱是太西事情就唔是做，穷难倒逼开钱庄来开钱庄呢。为什么啊？你会把闽南的布袋戏跟客家话结合在一起？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想演给我爸爸妈妈看，因为哦，俺师兄，俺爸爸妈妈其实很辛苦啊，做算劳工阶级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赚这么多钱给我去念大学，俺师兄要做普推问题啊的团体，俺这些做嘛个，就用客家话，还学客家话，哦，去亲情上学客家话。不是我第一拜做本体看，记得那一场演的是钟达火，他是李天武老师剧本改编的。还有卖戏，都是俺爸爸妈妈、俺叔、阿叔、阿婆。你是演给鬼港影看的样吗？整个家族。有其他的观众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看完之后呢，我还有感觉。其实哦，俺做部队，俺给时间，俺就看那个布帘往下看，俺就看到俺妈妈一直笑啊。那你不就是边看边流泪？替摆表演仰望欣赏 TV 度，培养上欣赏的观众，比训练厉害的演示还较重要。当然，来自家人的支持，马本欣赏还较全心中的布袋戏的研究。不过讲到经验传承，头摆的教法老野下是完全无共样的。对，上下动，走。我的脚怎么这样？往下。啊，这什么呢？跑，为什么跑的时候要这样跑？不能这样跑吗？这样比较好跑。这样比较好跑，好，等一下，所以要这样，你可以了，一支脚快点用呀。我普通以后，我按改接练啊。真的哦。其实传承迄个目的，不过过程是一个推广。师傅哦教我的时候。就是传承，你会做布袋戏的演师，你就是要做演员，就是做考我大鼓，所以他训练的方式非常严格，那当然师傅不会对我严格，但是学校老师都会打，头摆哦，都用打盘的，用盘的，你啊声音呢哦，无法度啦，盘的就这位哦，哪个这样啊哥，不是你要用哪一种方式哦，然后给他想进入来，先吸引他进来，因为哦，我知道布袋戏好教的。好玩的，后告就会坚持下去。然后像布袋戏按后的东西，对啊，我就一直觉得布袋戏是好玩的，所以才会就一直坚持下去。对当到40年头的人来讲，从讲人、史艳文，全部就会记得地度当美好的一部分。不过，迄上个老掠条回忆保存下来，而你听出的太上回忆，将会得到相关单位一实实的回应。莫看了当辐射的唱舌金按摩，制作的师傅皆是李天禄嘅带来的，今年81岁陈锡凤老先生，安样的记忆伫台湾已经无多了，人摆抢走得伫博物馆地度非常欣赏。我中意武山先生的词，至少佢科技一家，想要为台湾嘅文化保留一点乡下当今嘅日头。我们抱起来，好。
还是讲一下庞先生有存无？哦，我做嘿，我做嘿。老师哦，哎，你好，我三米啦。哦，三米，你好，太明。哎，公司人啊，应该按下机硬在排泄来。公司人唔有联络嘛？有。讲迄老师欣赏，我当想了解下，嘛个书诶要有欣赏，我用的艺术诶咯。也依度方面咯，书诶吼，书爽诶呀。系。头是并拍，讲话的时节温柔，看起来像写人样诶。也就只会爱对彭友明先生的体印象，佢公馆提起亲自成为老师的先生。18年来有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大家就讲佢係點呢？研究哦，大家就喊佢做老師的阿爸。彭先生講，佢必要做嘅係為公園嘅老師嘅親上口開導，感覺像係一種當壯觀嘅術術，見行見講，天天來看下咧。我記得嘅北宮，我細時教嘅北宮哦，變成嘅榕樹啊，我插香嘅咧。哦，有。去拜拜嘅時間，我拜哦。也都會全部很好，也都會較公正。行起來全部供養啊，老師。我供養啦，冇事唔啲啊。哦，是，我就來試啊，我先吃看啦。真的啦，我剛才在這邊聽啊，每一個聲音都是空啊。對來哈。哦，高棟來老師，來扶的。很像小时候玩扮家家酒演医生。我刚才你们有看到吗？我刚才够到这个呀，然后还这样，你们有这样吗？哦，我吓到，再次自己被自己吓到，要有距离啦哈。刚才这里是。哦，真的，这里是空的声音诶。看、批、悶、彈嘅四種可以診斷過程。彭太哥講，除咗滿足原因，有經驗嘅老師嘅醫生，全都做得經過像那種讀書雕嘅殼、樹葉嘅色，還有斑點，見係咪有綿甜嘅味，也就偏離正頭，來彈出撒下來嘅語法。彭先生就直接講。面頭前一條裝書嘅，聽咗因為口上後包唔完全，又偏脱走入去，書件成為主題，方法搶有一隻開導。阿妹愛按到眼光按你數出來啊！看一講到幾馬皮起來啊！了，真的沒一般人做的事情。那個蜈蚣什麼我都不怕，我最怕就是眼光啊！你看在這裡還排隊。你看他跑掉了，主人跑掉了。我好怕蚂蚁。回来了。我不要。这是有故事的。我小时候有被蚂蚁咬过，我还做下规体呢，全部眼光啊，我就呢红虫的时候下去，就呢拔了全身，就是那种黑的。你看我一直讲，我鸡皮疙瘩就一直起来。我可以尽量保持距离吗？排队哦。那我尽量。哎，还好，它跑光了。老師嘅全部都留意出來啊！哎，就全部。像人看到的，基本上老師嘅輕鬆後，留一般的外科手術冇乜差別。對清出來的東西做得了解手術嘅麻煩，所有嘅治療過程完全將醫人供養。喺輕鬆後嘅過程度，上司係真嘅認為，安尼啲為人做手術。地度啊，會有安尼嘅負擔哦。也都15年前老給叔叔個哈哈，就有啲那清創啦，清創以後回填的材料用到火炭，因為火炭啊，鐵嘅機會吸收水分，天然機唔會得個膜，它已經碳化了，碳化就唔會得個腐朽。哦，吸收水分的意思係就方便保持乾燥嘛。哦，那本嘅樹嘅哈，你吃有沒有腎臟嘛？腎臟壓縮，你看這都米嘅。
对其粘贴的塑形部分开始，天然、碳化、防蛀、包装后，切面关于发泡机，高长度却会去往年，不过规则良长，听出可以下的完成。对条豆面差不多2点半钟，味道体验以落水的艰苦，不是讲按多来亲身上阵。生意哦，好啦，不是少啦。我用检查。这款呢，看油诶，还有好好无？无好好呢，老师啊，你敲看嘞，敲看来看嘞，敲过来啊？嗯，哦。哦，老师，底尾都全部圆起来嘞。对嘛，放起来啊。规支的做来标落去啊。哦，我这前的那布还有，哪里做错嘛？啊？错。哎，唔讲台的。台湾味啦，湾味你看我说这啦。好啦。那榕树没有芹菜。榕树也要清掉。哎，那寄生的，好厉害哦！它竟然是从树干的中间长出一棵榕树，哎，谁种的你知道吗？啊，蔓延种问题嘛？唔对啊，蔓延种哎。啊，雕棒啦，鸟种的啊。哎呀，它真的在树干的中间长一棵榕树，哎。无论是寄生植物造成的不好的影响，也是外部环境的改变。彭先生讲，植物无创人。环境本人破坏的，含做的细胞，因为其他就走唔脱，我冇办法离开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。树的坏死的原因众多，先生就是度过热心的语言，用父母来干将来美化公园，10个头的种树，抢做的救助来3头。真嘅唔知安样的唔错，係因为冇了解，也係有心。经过将全40分前主题的部分包好上口，天然就系一罐发泡机嘞。那个也要哦。好，油沾落去诶。啊，沾落去，沾落袋，哎，做点嘢呢，冇会流出来哦。有冇有付嘛？有哦，有哦。有不出来。我数完的阴纯的暗锅啊，真系动开。好了。哎，总得喷出来。啊，个发泡剂甜蜜蜜的时间。喷它出来啊，那么怎么输爽嘞？那这里的很难处理，不过等下全部清好去啊，来下落的时间，来真的看见去吼，来上到，来真的买输的医生呢，来嘛救到去。来脚啊，硬准啊！你拍我脚，我脚在抖，这上面的位置不是一个。主持我已经节目以来。也太有很爱清惨的一摆经验。今日虽然决定运气不强，我嘅木柱还在受到略略的受伤。归属嘅发泡机，每隔嘅2年才完全清退。不过除咗为老鼠嘅一片嘅体验以外，定系心肝度，将要留下一系列一下咩都难讲清楚嘅事情。哇，老师。这树袋哈，看容易真的，好慢的胎呢，好慢的哈，好慢的哦，好慢的哈。那做嘛？你铁杆在这里爬虫药，做对咯，真的哦，加功夫的啦。这树的要按胎咯，你差不多。像香味哈，口味有20左右的，3、4层人难做得。按你看哦，好慢的有细细的要强啊，要强哈，有细细的要强。老师，你做拖下来了哈，拖下来了。好啊好啊，你拖好哦。我做了啦，我做了。哦，按钮干冇动好了。哎，老师，嘿，不过忙人去产嘛，只一生意，像我个样的嘛。不过只，我晒了条树的啊，对人的意义係嘛个？也吼，也做从台湾做起，也都会3年吼啊。满山都系太壮树，原始森林，苗栗公馆喺度嘅。啊，有老人家同我讲，一条树嘅倒下来吼。差不多有6栋按过大板，6栋係嘛个？这你就动态啦，就会施粉胎意思啦，哈。满山都按到种树哦，亚条树嘅就系8公倍样树嘅，就睇个一下70米线嘅快速道路啊，当时嘅把家嘅路线图哈，政府单位上就倒台，啊，但系就因为讲按正规嘅树嘅，应该想办法留佢留下来。所以呢，就结合大家力量，用其他台调查哈，
叶公涵那样安尼浮浮木木安尼一步一步的弄过来。叶公涵哦，就蚂蚁。用叶公涵来嘅方式，由70吨鹌鹑嘅肉粽酥嘅晒到佢7米可以嘅味素，拌到幸福過後嘅前3年。先生講，佢刻上鐵價唔止200塊，特別上去都會留肉粽酥嘅講下話，打一下再顧，等到佢完全適應新嘅環境，機體嘅部分未爆出新芽，曬了5年過後，總算成功嘅。今日，我老先生坐喺樹上，風一下一下嘅吹過來，3尾上我變到特別嘅好淡。喺樹上，我兩手強鬆嘅像兩個太星人一樣嘅。先生講，佢叫做來唔難搶嘅肉粽酥嘅，佢嘛叫做來一家細時嘅記憶。這樣見啊，福記診所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谢医师在吗？在啊。在啊。你好，在哪边？哦，到底外。安子谁？要高血的，158。谢医师就会高血压。158。我行入去看到一隻老人家同親戚，唔敢想得到，佢90人歲。因為哦，有16點鐘啊，全部都要診所地度。當時有看到安尼量嘅啊，到台北啦，全部用機械數標入去嘛，就會就會有數字走出來。啊，從細細到開墾村啊，我都壓破啊，剛按不了發生。有個安尼好像先進公司一樣嘅，我冇想命用我阿婆用我也神太好難嘅，我就對神堂行出來，叫謝醫師，謝醫師我幫我腳到嘢個行我才能出去，放兩三歲安尼行呀，好吧，喺對面咧，硬要行轉以後安尼家出來家差不多10點，看得好。我話多咗要差唔多3點，而家真好恨，我感恩是這個。喺講公幹係苗栗嘅配角，佢福記村就係配角度嘅配角。車村妹羅先生係天奴子弟，67年前佢考到嘅福記村無人考到嘅體重醫生嘅執照。貧苦嘅人親上搭鐵嘅就係貧苦，唔過車羅先生。實用睇上市醫生嘅金飯碗，先去留喺福記村開業。不過，下大部分福記村嘅老人家全都唔知，其實其他條都會打幫老醫生嘅書，爭做得展開生命嘅第一年。阿秋啊，那麼你種地嘅冇喺哪接受？第一個女兒。對。那所以你今年應該？我34年次的。67歲。對。我覺得這附近的人都看不出年紀耶。真的，你90歲咩看唔出來啊？哎呀，頭哎呀，身體好啊。啊，古宋人應該係阿梅。阿梅哈，現在阿宋梅。阿宋梅哈，阿宋梅媽係新上接生的哦。冇啦，唔係啦，叫成阿媽唔知哦，因為我講咯，因為我知我係新上接生的冇眼。譬如我買魚眼就成啦，你喺旁邊講啦。阿嘅希望，我應咁講。你會知道真的新上那種接生，你會知道？如果是，你會覺得不好意思嗎？不會啦，他好，我媽媽我爸爸就是他們兄弟一樣誒。以前哦，我們生活很困難，謝醫師叫我爸爸幫忙，去山上幫那個收賬那些，就關心我們家。就現在我們祖孫3代都是醫師在照顧，都是他照顧的，對呀。幾百個有啊？幾百個。哎，先生爸，哎，叫我分哦。
哦，晒落嘅迄无，哦，鞍山人的树是老爸，嘿，通讲都掠味吼，嘿，公馆啦，拄好，来讲问一下，请问你是线上接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要搞？报数的统计，伫福基村，至少有70个老人家喺车路线上减产的。过路的前教总和人来讲，喺福基诊所看病，喺做伫查实的，喺讲无千万，有的人会送鸡的，有的人会送果子。老先生接就会数下来，并且讲，喺讲唔拿，乡亲会唔敢过来看病。就算已经90人死，对行通唔便利的病人，老先生都见还会出种服务。可以铺行。啊，给有甜点报复吗？唔是哦，唔是。这样你们危险吗？啊，唔会。说护士一个人走那么远，然后医生说不用，他不用人家保护，他要自己一步一步走。按部就班啊。康医的状况懂后呀？状况好了。他有几多岁啊？106啊。啊，他有102岁101岁哦。他精神还很好，但最好就是心脏，因为心脏好吼，伊糖尿病过一日，人水有病啦。真的呢，唔懂有精神呢，懂好呢，按空间。客家电视公司来的。要量血压哦。因为所内人口老化较严重嘅萎缩，体育下安养嘅老人家，伫福基村度当常见，故所伊就变下来。除了诊所固定的门诊之外，老先生还出诊200，每行的一种苗栗，为一个过身的人做代替上样的工作。转到诊所过后，歇困就冇歇困，天天要看门诊，实在本人想唔到，已经90人岁嘅佢，让人看得样，安尼走上走下，一啲咧都冇眼怪。我也非常起来，牙破，从头都是痛，我哋冲下水。MD 嘛个病 ，NCC 咪，伊喺度还没你手读书，我就讲喊医生去看，结果就喊医生去看的时间，看到就诊断讲，迄都冇好医嘅病嘅，哦，2-3日后就过世嘅，你不讲冇钱咩？不过我靠到以后，我想，要是有医生就，他在技术来发展啦，我爸又。杨天宇冇读书，去踢个天龙，有啊个阿嬷啊，安尼啦，好多是心理医生啦，人家提防冇医生，所以提防就本人大房啊，唔会到那医。防偏啊。本人家提防就本人防偏啦，唔会到。歹势哦，来摸一下从个转来咯，线上按摩。系啊。因为早晨头差不多7点了，就放雨来啊。有午休时间又动手安尼，这时光兄每天就把我躺在床上哈休息一下。有时候他爸爸吃了看给太辛苦，就会想到有时间就转来去按摩安尼。伊他爸爸90岁，平常工作又按辛苦，就会想，我讲90岁，就像我们自己按的年纪哈。有时就会受感漂呀，我想到爸爸去了，平常我生意都身边，那有时有闲的时间就会转来去按摩，疏解压力啊。放松一下。放松一下，呀。你好好享受哈。俩的时间啊，看下，按不头8点40分嘞。先生啊，对早晨差不多6点钟，风都了嘛，忙歇困啦。安尼，应等，护士小姐下班嘞，算去1-3年，冇歇困哦，就到那边去等，随时啊就会有病人来看医生啊。看那样感觉哦，唔是讲强度啦，就会当温馨的感觉。你台湾人讲。吃果子拜树头，你也就像老友人对出王行的感情，嘛像车出门老先生，佢对这个总头的感情，你着感情，就会其他着因行下去动态的力量。但上人的心地度只有这个人，
慈悲的人哦，全部向下切面啊，就会飞吸到人两万脚骨，唔能喺天内下，然后有一种人看唔到、嘛唔知的力量。行到了，牛皮都加海水无行到了，牛命都加好把无行到了，牛看到加江山无，牛汤到北宫小男嘅小生行到了，好嘿好好台湾啊！好嘿好好，人嘅報道哦，好嘿好好，台灣啊！